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8月17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透早金门外海有两只船烧龙，其中一只中国渔船沉落海。中国国台办表示，目前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失踪。台铁头路过后，再是伫咧花莲那树弄到一粒石头，地势保护底盘 SP 异常，停9分钟了后才办作继续驶。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10月13就要投票，今仔日台北市长邱办案到基隆甲谢国良做伙爱民众等无同意票。今仔日透早4点外有传出一只中国渔船伫咧金门下石东定岛外海，甲另外一只船烧龙沉落海，船顶拢总有7个人，其中3个人失踪。咱的海巡是随派出3只顺风船到现场，但是无发现失踪的人。也那中国国台办是讲，救起来的4个人当中有1个人当场死亡。交通681与中国海巡艇进行联合搜救。中国渔船闽良鱼60877传出17透早4点外伫金门东鼎岛外海，甲不明船只烧龙沉船，船顶7名船员，其中4个人获救，3个人失踪。南国海巡接到通报，派出3只顺风艇到附近海域协助救援。今天清晨开始，金门的海巡队就加入跟大陆协同搜寻的行列，我们会把握黄金的72小时，做好两岸共同依照人道主义救难的这种行为。案发海域离金门东鼎岛东方大约6.5海里，含在水域外3.2海里。海巡人员赶去现场，无发现落海人员，徛伫人道精神，联合现场海域对岸的搜救船全力扩大搜救。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下昼也证实，事发了后，两岸共同参与搜救，目前获救4名船员，方转移到岸顶，1名当伤船员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因为昨日中国休渔期才解禁，对岸渔船拢出海，金门区议会已经通知渔民唔通伤挖近对岸的船只，避免发生冲突。到金门海域这边偷抓鱼啊！偷抓鱼，对啊，真的就是都很靠近我们这边这样。那放网都很多海巡的都会去抓啊。对啊，赶也赶不走啊。群组里面，我们也呼吁这一个我们移民朋友出海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跟大陆渔船接近，发生纠纷。今年3月，东鼎岛海峡才发生中国渔船闽良鱼61222沉船，迄当时南洋船员有2人失踪，加上机会发生的金门快艇案，南国海巡顺风艇长甲驾驶方以贵司第4罪上班。金门检方调查了后认定罪证不足，无起诉。今嘛，佫拄到对岸休渔期解禁，金门附近海峡出现大量的中国渔船，可能佫会互海上的气氛变得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10月13就要投票。谢国良今仔日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做伙去到基隆安乐市场食好了，爱民众等无同意票。因那谢国良是希望选务机关爱加强宣导即摆的投票，甲即摆的投票率提悬。基层甲民众爱出第一，基隆市长谢国良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到基隆安乐市场食美食，参拜公庙。当时也要为确定成立的谢国良罢免案宣传。谢国良向中央地方选务机关发声，面对基隆历史性的头一摆罢免投票，应该爱强化宣导，冲关投票率。很多民众仍然不清楚这一张选票的选项，以及如何来行使这个人民的参政权，所以这个还是未来我们呼吁中选会以及地方选委会要来加强宣导，才能落实这个投票的真正意义。蒋万安学了谢国良就任了后，强化长照服务甲营养午餐安全，基800图千字月票等政绩，呼吁停止政治操作，罢免案爱投无同意票，发起罢免的公民团体积极，选务机关应该爱保持中立，要安怎宣传罢免案，也强调会继续宣传罢免理由。选务机关身为行政机关，应该要保持中立，要如何宣传罢免案呢？
冲高投票率是你我的责任，不是选务机关。选务机关不该宣传罢免案，请谢市长搞清楚。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宣传谢国良的荒谬政绩。另外，国民党这期中选会决议，基隆市选委会罢免选务，无顾到中选会是主管机关的法定权责。中选会发出声明澄清，选务一体是法律所定，中选会甲所属县市选委会选务人员拢爱依法办理选务。记者综合报道。代替苏控二车自塔洛口河早时伫咧花莲甲富里区间，那就弄到一粒石头，地书车底保护底盘 SB 以上，停9分钟了后才慢速继续驶。详细原因目前正咧调查。因若最近较接地动，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是坐火车到花莲视察，伊希望代替通继续维持安全的行车品质。列车行驶中突然慢落来，车内广播暂时停车。原来司机方发觉列车亲像去弄到石头，停落来才发现车头头前辅助排障器歪去。9分钟了后，高出发以慢速行驶进富里站，公布通报路径甲公布单，人员去现场详细查看了后，无发现路线顶有障碍物，后手列车正常行驶，受损列车会进一步检修。后续经过该区间的列车也有检视该路段，并无发现有异物在那边。该次车到了台东段之后，我们还会再继续详查。行政院长杜英泰拄好也伫17坐代替去花莲，伊表示一直会记你要坐火车去花莲的承诺，总算会当实践约定，也强调这条平安回家的路，爱感谢所有代替工程人员的辛苦，搁较毋忙代替，爱继续维持路线平稳。因为很平稳，因为很平稳，希望保持这样的行车的品质。到部落视察甲组织活动，杜英泰讲希望有更较侪人会当到花莲来耍。也毋过经过16，搁一摆规模6.3个较大地动尾了后，花莲犹原是一直有较细地动尾。在地点计讲，就算有旅游补助，短期来可能旅客也是派回流，即马才会当价格经营。4月3号那一次的话，基本上我掉了大概70%。当然是现场的客人，那现场客人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新客人。都有在地业者伫网络上串联自救、跨越革命，联合未起福地，希望伫观光客流失的这段期间，会当透过网购方式，将在地名产卖到各地，加减弥补一寡亏损。记者综合报道。受西南风影响，这几天南部天气较无稳定。伫咧南部的龙徛、台南龙徛，24小时累积雨量是超过200毫米。就有车路的山壁放弃，影响交通。因若台南的善华、光华路是水是淹到骹目遮尔啊悬，佮淹到人家厝内底。伫咧外地也因为水道水管破去，主体甲田拢淹去。关门关道8到公尺的挡土壁，大面积放落，或者高雄内门往台南龙徛的123道路路甲来通一边。赶快通报我们公务局第3公务大队赶快派出厂商进行一个抢通强行的作业由连日来大水雨加早起大雨影响，龙徛区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200毫米，120线29公里遮的边坡挡土壁拢放落。工务局调派厂商去抢修，清除路面并且稳定这个边坡。不过因为气候甲地势无稳定，短期内暂时无法完全来修复，会采取一个吊挂车道的方式，让车来通过。另外，伫新化区是有徛过淹水，昨日暗时连续大雨，光华路水淹到骹目，排水沟确实无发挥作用。搁再淹入到透天厝1楼，积水有10公分。搬过来1年就淹。上次3次这里，这次1次这样子，就淹这第4次。虽然经过1暝，积水已经退去啊，不过自豪无奈讲，今年已经第4摆啊，伊阁无倒来申请救助，是非常困扰。另外，伫台南瓜田田拢雨水淹到看无这场黄啊，直到17早起，徛起头前积水也未退去，主要原因却是自来水管壁管水淹入厝内底。自来水爆管了之后。然后那个水一直淹过来这一边，7、8点的时候，水又更多，水很大又更多，我们这几户都是受灾户啊。昨日暗时，台南官田南181线沙地厝一个巷仔，因为自来水管壁管唔拿，互巷仔淹水，水也流入徛街内底，连第一线路边也积水。事故原因是当地正伫进行专门净水厂二厂代谢水管的工程，而且今年以加这个工程也捌发生壁管的情形，连续发生2摆，也有民众怀疑这时间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加州最近也有较接地动，这个月初10伫咧加州外海，有人发现一条3公尺长的深海鱼。有人讲，这款深海鱼若是游到浅海，就代表可能发生灾难。但是科学家讲，深海鱼甲地动之间是并无关系。Oh my god！ 几下人同齐将一尾红带鱼搬就茶瓜船，因为这尾鱼长3公尺外，搬运过程用袂少时间，最后将鱼放伫船顶，一路爬登去岸顶。一阵游客甲救生员组成的茶瓜船小队，初10伫加州圣地亚哥北边外海活动的时，意外发现一尾红带鱼浮就水面，显然已经死亡。众人协助将这尾红带鱼运上车，再登去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的办公室，搁伫16进行解剖，确定死因。路透社透过卫星图像甲街景图比对，确定翕这段影片的日期甲地点正确。红带鱼平常是踮伫海底200公尺至1000公尺的区域。海洋专家表示，红带鱼出现浅海是真罕见，除非是身体出现异状，浮出水面通常也已经死亡。根据记录，这是自123年来第20摆有红带鱼伫加州出现。根据日本民间传说，红带鱼浮出水面通常也是灾难的兆头。科学家表示，无证据显示两方面有所关联。拄啊好的是，红带鱼出现2天了后，加州洛杉矶发生规模4.4的地动。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震央位伫洛杉矶小瓦的高地公园，深度只有12.1公里。12个地动后市区一个停车场的监视器是摇来害去，大批民众向公走甲空地下避难。地动也造成逾100年历史的巴沙迪纳市府大楼的水管破去。空翕的影片显示，水位市政厅顶边楼层流落来。迄天市政大楼也撤离200名的职员。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瑞典即阵出现 M 株的病例，伫咧巴基斯坦也同步发现3例。世界卫生组织甲国际红十字会是建议各国目前唔免封锁边境，也唔免做旅游限制。因那专家讲，目前上要紧的代志是爱提供预防针予非洲，为源头来控制疫情。伫巴基斯坦通报 M 株病例了后，伫白沙华机场提悬防疫警戒，入境旅客一定要通过体温检测期。也伫便宜室临时隔离区，巴基斯坦卫生部伫16通报至少一个 M 株病例，拢是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入境时阵被检测出来。卫生部门分析其中一个34岁病人的检体确诊病毒的属性。बॉर्डर्स के ऊपर हमने टीम्स को अलर्ट किया है जो बॉर्डर हेल्थ सर्विसेज है कि जितने भी मुसाफिर आए और कहीं पर अलामात जाहिर हो तो उन सबको देयर एंड दिन स्क्रीन किया जाए। जो ऐसे मरीज है जो कि मुश्तबह पाए जाए उनको पेशावर के अंदर ही आइसोलेट किया जाएगा और फर्दर उनको मैनेज भी किया जाएगा。M 株病例超过边境封线，伫瑞典了后，佮散布去巴基斯坦。欧洲机关数字16将 M 株的警戒程度为极度提悬到中度，显示会出现更加侪境外移入的病例。虽然安尼，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甲国际红十字会拢表示，也无甲实施封锁边境的时阵。We do not recommend closure of borders. We do not want to see closure of borders. And we will be putting out the temporary recommendations to countries from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目前知影瑞典发现 M 株病例，是自2013年1月爆发以来第一支变种病毒株，传播威力更较强。德国专家表示，这一波 M 株病毒一定会继续向外拓开。即马上重要的是，等甲病毒拓开的源头是不是做疫苗的预防措施。I think this vaccine that was originally developed against smallpox is working against mpox, and I think we can be quite confident that it would also work against another clade subvariant. 专家建议目前应该先对非洲民众做疫苗。全球疫苗联盟 GAVI 表示，会到这个疫苗检验会提供 M 株疫苗，予疫情较严重非洲国家。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伫咧台中市有一个负责人伫网络互人爱情诈骗，头尾隆重7摆，互对方142万。每次对方佫要求互伊100万，伊感觉家己哪像去互人骗，遂报警察。警方掠到来收钱的车手是一个77岁的欧里桑。调查发现，这个欧里桑嘛，哪像拄到爱情诈骗，因为伊讲是一个查某人叫伊来收钱的。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警察，来坐着，来这边，把他诈欺着。
警方进入便利商店，随控制穿蓝色衫查甫人的行动，因为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也不过，警方伫确认嫌犯身份的时，发现伊持有警路卡、政治爆炸证。这个车手今年已经77岁。你知影你在做啥无？你做收钱，退乡收钱。警方表示，当地接到姓李富林人报案，伊伫面切熟悉一个讲是人伫国外的骨科医生，两个人真有话讲。富林人为了协助对方处理包裹相关费用，到银行领142万，先后分7摆面交予一个讲是代理商的查甫人。也毋过后来对方搁一摆要求面交100万，富林人这个时阵才发觉哄骗。就甲警方合作，伫第8摆面交的时，逮捕77岁姓翁的车手。警方当场逮捕罕见的高龄77岁车手。不过，该名欧姓犯嫌向警方供称，他也是被诈骗集团以网络交友、情人欺骗，只是帮忙收货款而已，才会一直面交取款。警方调查，这个嫌犯住伫新北市，每一摆拢坐高铁落来面交。也毋过，伊讲也是遭到网络爱情诈骗，是一名女子请伊来收款，刷无名机票，就变做车手啊。对嫌犯的讲法，警方持保留态度，会调查厘清。幸后又愿将伊以违反洗钱防治法、甲诈欺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有一个19岁的高中生爱食甜的食物，正常 BMI 是18.5到24，这个高中生达到32。进前伊腹肚痛，检查发现是大结石，买手术甲大提掉。医师是呼吁家长对囡仔的体重甲食食拢爱要意，除了结石，也有可能肝包油。杜制好的鸡肉、鸡腿、马铃一条，看起来真好食。不过，苗栗一个15岁高中生，平常时就爱食这热量真悬、油甜物件。进前腹肚痛，叫医生看，互检查说，竟然是胆内底有2粒结石所引起的。经过手术，甲胆加结石提掉。医师讲，因为饮食习惯的关系，近年来胆结石发生的年龄有下降的情形。这几年我们发现小朋友的饮食不正常，喜欢吃高热量油炸类食物，所以我们这几年发现10来岁的胆结石已经有开始增加的趋势。那这个小朋友15岁算是特别年轻的。医师提醒父母爱多多注意这个囡仔体重甲饮食状况，因为囡仔饮食若无正常，会造成大哭，除了造成胆结石以外，也造成囡仔这个肝包油的情形。根据统计呢，大概国中、国小的小孩呢，大概已经有差不多30%的小孩呢，都是过重哈，那脂肪肝的这个风险都很高哈。儿童肝胆疾病防治基金会17举办护肝宣导活动，强调囡仔饮食的重要性，也提醒要准时注射 A 肝甲 B 肝的疫苗。不过5月有理上规 A 肝疫苗因为廉价残留问题，有17万剂验收无通过。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讲，16已经验收通过，15万5000剂无问题的新疫苗。先前有因为一些这个可能验收不过的事情，有拖延到这个 A 肝疫苗的这个接种。那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在昨天我们已经又新验收了15.5万剂的儿童 A 肝疫苗，而且没有任何的瑕疵。罗义军也讲，未来1礼拜甲卫生局来了解上新的需求，有加8月底就恢复正常经费。有进前封存17万剂，疾管署也陆续来追加补齐。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正在面临少子化加人口老化，愈来愈欠劳动人力，尤其伫咧旅游业甲做食的等服务业是拢真欠工。有企业呼吁政府扩大开放外籍移工，不过也有人烦恼会影响台湾人找头路。这个问题通安怎解决？用暗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网做回来探讨。我是从印尼来的，然后我是侨生建教班来台南吉英酒店实习。人客退房了后，印尼来外籍学生之称就赶紧整理房间。伊是亚洲参与这个学校侨生建教班的学生。台湾的囡仔出世的比率持续降低，人口老化加上疫情的影响，欠工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这个时阵，外籍建教生的人力对企业来讲是来了真着时。印尼学生伫阮学校大概占4成，菲律宾的学生大概伫3成左右，然后越南的学生差不多伫要较2成。就是说，外籍生进到我们这个产业，可能是这几年才会比较受到重视。在哪里？
教委会最近这几年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扩大办理侨生专班，入学人数是一年一年在增加。劳动部嘛透过评点的制度，积极招外籍的毕业生，从103年实施以来持续增加。这2年各6000个名额，嘛拢有要到城去考虑，互政府感觉效果袂歹，想要扩大办理。我相信每一家企业其实在找人已经用尽了全力，那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补足我们的人力啦。所以对于移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很期待，非常期待。服务业敢要开放移工，一直拢是各界争论的问题。全国产业总工会认为讲，工课场无优先，薪水低，工时长，这是欠工主要的原因。加上8万个失去联络的移工，更加是要伊的问题。要引进移工，第一个，目前你源头管理没有做好；第二个，你使用单位跟中介公司没有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时候，那我们认为不宜再继续其他行业去引进移工，我们是反对的。安怎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保持台湾经济竞争力，嘛照顾各方的利益，都爱政府、企业甲劳工三方抓到平衡点，共同合作，才会当在这场欠工的危机当中找到突破的方式。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这些家长会感觉，互细汉囡仔接触别工爱记爱摸是真危险。不过，若有家长陪，嘛是会当真安全。就有母鸡团体甲别工师傅合作，用台语来教别工。毋但安全过程也真趣味，阁学着各款别工咧用的台语，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家己好的上木棒啊，用枪啊擦专用的油擦。这阵囡仔当咧做家己的小学帮。我看卖，这边还无打，但是无要紧。你拆纸的时阵，反正你就是去留起。咱先看这边的效果，咱来决定咱后壁要做什么用途。这节别工课专程拢讲台语，用母语认捌台湾传统工艺。我学着足侪物件，会使做学吧。普通时阮袂接触到这活动，因互校因参与着，尼互老师有教足侪技术头啊，因家己线位啊，尼磨啊，我感觉足趣味的。像讲迄老师的机械，会使转这空，阮平时可能就是无这个机会，会使家教讲这个动作是转空安尼。这节台语别工课的老师江明谦本身是做别工、做装潢的师傅。江明谦讲，以前甲师傅伫咧工地做事，就是用台语。虽然即马少年辈做工仔人较接讲华语，伊也是感觉继续传承讲台语的工地文化是真重要。足够讲台语的师傅，你要叫伊用华语解说伊的工课，伊是讲袂来哦。其实咱的社会台语伫工地保存甲足完整。江明谦自细汉踮工地，就是全台语的环境。即马开课教技术，台语别工课也互人感觉真深熟。江明谦认为，透过台语别工课，毋但互囡仔通动手做、体验看卖，也传承咱的语言甲文化，真有意义。记者阮谢桂林台北报道。江建议参海洋科技博物馆合作，设置 AI 人工智慧的鱼图啊。民众的目睭看到多一尾鱼啊，这尾鱼啊的相关资料就连面出现伫边啊，毋然互大家熟悉海洋，也达成生态教育的目的。游客我近看 AI 系统会自动侦测人的目睭角度，利用大数据资料库来判断民众所看到的是倒一尾鱼啊，而且显示出鱼啊什么名。来当利用手势来了解相关资料，可以学到比较多。上课就只能看课本啊，可是这个是 AI 可以看到的。它呈现的效果就是这个使用者他看到什么样的鱼，那个鱼的资讯就在他的视线轴向上显示在这个透明显示屏幕上面。江建议搁踮家人附近的海洋内建置海底摄影机，除了会当随时看到海底的鱼啊，更使知影海水温度。专家指出，经过监控，发现这几年海水温度有愈来愈高的趋势。近期间的观测的话，我们已经观测到海水温度有到30度左右的变化。对，那未来假设我们的系统跟后端跟 AR 呈现的话，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去呈现，就是海洋温度对珊瑚白化的影响。不只是看到我们在讲科技的一个创新，其实同样的也可以观察到，把我们在讲虚拟跟实境一起结盟在一起，其实对海洋的认识其实是有进一步的认知。
透过科技，除了互大家会当更加了解海洋，知影环境教育的重要性，上重要的是希望提升民众生态保育的观念。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最近南部天气较无稳定，也若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2度。中部地区26度到31度，南部地区26度到30度，东部地区26度到32度，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少子化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少年人工课选择颠倒变较侪，地处台湾欠工精形势愈加大。